云林二仑乡按旧有多为一代古迹发挥高利用嘅利益，本单嘅仰天古迹二仑分住所更加变做故事屋。负责营运嘅云林故事营销会想要屯一个二仑故事屋，打造做在地走岸下嘅故事文化平台。唔单止有几多童话故事书本身人嚟读，了日还会有志工来讲故事本身人嚟听。同时讲嘅路系同在地生活有关嘅故事哦。新年嘅特殊成长同生期有过亲密关系，路唔会对家乡乜嘅路唔了解嘅。变成什么？变成一辆载货小火车啦，上面。点开童话书，阿公改温柔的同男女的孙悟讲故，小阿妹听到改乐粉，那家改欢喜。阮在对面啦，阮在富隆县嘛拢过来。最主要是讲咱这环境啦，做得袂歹啦。你看大家这么高兴，小朋友来这很高兴啊。也云林嘅二仑乡沿头南开馆的故事屋，并论青岛的故事书，而也条新人呢有友善的阅读空间。也只个本单系二仑分住所，1899年起嘅系云林县头一个派出所。唔单止见证了日本数位嘅警察制度发展，韩国睇安度乡亲的老师同学都有过特别的记忆。了说讲较早讲求出书，较早应是讲衙门，较早应讲衙门个出家都袂强，因为来日本时代吼，那做唔做应才会来较早拢袂，咱咯日本甲警察会袂答应啦，所以讲打了办小事啊，所以较早若讲较早拢讲衙门所衙门，所以讲啦咧掠几多出家拢真强。其实这一栋老房子本来是面临要被拆除的危机，可是因为在地的人民觉得它对地方很重要，因为它是云林县最早的一栋警察局，那也是在2005年就被列为限定古迹。那其实因为它就面临被拆除的命运，然后又因为地方人士的关心推动，才把它保存下来。古迹在高体好好利用，是系人工岛就会强的派出所，也系亲子听乐、乡下看书的好素材。还有乡亲关热心的去用自家用书条的做出来的熟悉版农用加拉火丝，故事屋就韩国有风味的。这个也可以，这个可以。出书了拢无物件好养，因为了算个古早的球舞的出书，上我无多就做较多的物件来掠空。像我们现在背后看到这个老房子，这个木造的房子，也是我们社区的居民，伊就逐工拢拄遮路过，想讲开馆啊呢，来的时阵就想讲，这布置的物件敢若有较少一寡，伊就甲伊的会用分享的物件来甲咱同齐一起分享。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家共创共享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继承了传统，而且呢有创新。它有许多的技巧啊，演出的技术，让在场的观众为之目眩神明。见到了日就用义工来讲故，让日早晨讲的是了文化舞台戏的故，以下位又是舞台戏人讲的，以下位又是相片宣传广告。屯一轮彩体舞台戏开始了文化为生平故事，讲到个生活，觉得很感动，因为像。其实我就是应该说老家是在少安社区那边，可是就是自己对历史也不是很了解，然后今天就是听，然后就觉得就是原来自己的家乡有这样的历史，就是渊源，然后就觉得很有兴趣。这次就是来就是二轮做客这样就是同学带我来一起听，就是其他客家族群他们的渊源的故事，觉得很棒他刚好本身也是生料史章的，就叫双料，对他也是这样子的后代所以就觉得很贴近，很有趣。透过他的这个戏剧的演出，让我们在地的这些乡亲们
还有尤其是小朋友们、年轻的一辈，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我们自己的家乡。附近议论故事屋营运的园林故事人协会，希望吸收韩国纪录同分享地方故事，大帮创作同讲故，而撒起居民韩国认识家乡。只要他不会说这个，譬如说他 A 口不会说，他就不吃，他就不吃哦，他很犟哦，对，他不会写他也不吃哦。伊係李飛雲議論人社會設計師林國基嘅圖畫書故事，講台西子體苦人家出世嘅林國基，用嘅神芒打拼，當出頭天係有名設計師嘅過程。我們那時候的生活真的是比較貧苦，不是像現在的小孩子那麼的優渥，所以他講的一些話有一些是可以跟我的那個心是有 touch 到的，所以我就聽他的敘述，再加上自己有一些那個時代背景的那種相同的感受，就很慶幸，也很愉快的就寫完成這本書了。一篇講故，一篇同聲音呢講到有來有去，唔是講聲音呢就會改後來也只嘅聽人講故看圖畫書。你喜歡來這邊聽故事嗎？因為覺得學到了很多知識，因為這裡讓我聽到許多很感人的故事，也讓我有新的知識。这里社區的周邊的小朋友啊，他們路過哦，或者是放學，然後他們就會來這邊看一本書，然後更特別是，他還說：“來，姐姐講故事給你們聽。”對，然後那個阿公阿嬤就會帶小朋友來這邊散步，那就會變成一個比較像家裡的那種親子閱讀的氛圍。所以我覺得這一個館舍就是要提供給我們在地的居民一個很溫馨閱讀的一個記憶傳承，然後也透過閱讀來啟發，還有開拓我們的世界跟思維。聽議論故事屋讀康阿伯講眼論書，同聲音的做盤窮下看書，單論成長。你講論一個有一個載體，改接傳承他的感動人的故事，一條東西流暢營養的，唔到底嘅提升人哋嘅情感調度，天天嘅變壓保順，人從一久就會係一定成長嘅能量。